婚姻关哦，是咱国内蚵仔重要的产地，也毋过沿海的金湖、大西渔港哦，无停车这款设备，所以要收蚵仔，拢爱请吊车来斗三工哦，开销是真大。蚵仔养殖发展协会就向县政府来申请，即马县政府决定要开2000万来改善设施，买来增加渔港导航、灯光等设备。今年沿海放养蚵仔养殖好济，大西嘛是国内蚵仔主要育产地，产值占全国8成。但目前金湖和大西渔港基本的设施都无完善，甚至连钓挂的天车都无设置。有时候若要钓挂船牌整修，还是修成蚵仔，拢该开几啊千块请业者来钓挂。载重之后要有能力去推，速度还有那个安全性上面其实都不是很 OK。如果是以天车的话，就是整台车直接开进来，它等于是不用去移转旋转，它天车的话可以直接上岸。当地养殖协会表示，金湖渔港只有4支悬臂式的钓蚵仔机，但作业效率和安全性拢比不上天车。另外，大西渔港嘛因为积沙严重，退潮时船牌进出困难，客船占地区的空间嘛不足，和路面无平拢有影响到作业。对此，文管处将开2000万经费来改善。安全最重要，坎坎坷坷的哈，不要那用我平啦，这个地平哈，整个作业区要怎么样更加平整，减少风险哈。哦，规划这当然是要有时间啦，若是规划完成了吼，咱是咪有一个协会啊啥，伊维护的部分。文管处主理处就讲，经过初步的会勘和讨论，后续将在金湖和大西渔港各设置一组会当吊10吨的大型天车，以方便养殖好吊挂修成的蚵仔。和船牌修身顶，并将路面无平相接出路差保平。具体改善计划预定在8月完成设计，在今年底就会当来动工。公司新闻王雄为你报道。